好，来继续来看这个法国参议院友台小组的主席理查所率领的访问团已经来到台湾了。后日会到立法院拜访，会甲政府高层、甲咱的总统来会面。澳洲的前总理艾波特嘛，伫前一天来到台湾，要来参加到玉山的论坛。艾波特进前有表态，讲支持台湾加入到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 （CPTPP）， 所以学者认为艾波特这届来台湾有正面的意义。用帮手后弯的方式取代法国人惯习的正面的礼俗。法国参议员访问团今仔日透早到桃园机场，大家拢挂有巴黎铁台翠暗，真有法国的气氛。这摆嘛唔惊中国的打压。是参议院友台小组主席理查带2位副主席，嘛是属于共和人党的参议员布宜松和乔瑟夫，佮有外交甲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卡迪克，将会伫台湾进行5天的访问。除了政见传闻总统，阁要拜会行政院长苏贞昌、立法院长游锡堃等等政府的高层进行文化参访，敢会参加国庆活动？台法双方拢真低调，也未确定。另外，若是外界关心的受台尖感技术的军事跟国防专业的朋友，其实是希望说做一些技术上的交流。来访的国际友人，有澳洲前总理 Tony Abbott， 昨下晡到桃园机场，这摆奉邀请参加8号举办的玉山论坛，发表专题演说。学者嘛认为对台湾意义重大。愿意这个亲自出席的方式来展现他对台湾的支持。前几天才非常正面的说，如果是他一定支持台湾加入 CPTPP 了。好，我觉得这些都有很多的新的机会可以借由这样的一个发展。然后创造出来。Tony Abbott 嘛伫明仔证件蔡总统，国际友人连续访台，希望伫即摆已经真好的良好基础之上，会使阁进一步和各国建立更较亲密的合作关系。